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8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7篇，撒母耳下卷18章19到33节，庇勒户书第3章14节到1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自处灭亡。如果咱若有一天听到一个专门咧行即个空中的降色表演者，伊决定伫某一个风台的天气来表演伊安尼行降色的即个特技，并且佫宣告讲，伫即个风台中间，伊要黄目睭来表演，咱会有啥物感觉呢？是毋是咱会讲伊是安尼伫危险的中间伫做即个无应该做的代志？如果万一伫这中间有发生啥物代志，检采新闻报告会讲伊家己找麻烦，家己出事啦吼。这是真有可能的代志。真侪人伫咧攻击基督教信仰的时阵，特别是咱讲未信者，或者是讲反犹太主义的人，总是爱用出埃及记10个灾难来论断讲旧约的上帝是一个残忍而且偏心的上帝。因为讲上帝敢若照顾以色列人灾难拢互遮埃及人。但是如果咱真正详细来读出埃及记圣经的记载，咱就会发现上帝其实一摆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，互埃及的法老王以及埃及的人民机会。摩西一再甲埃及法老王讲。耶和华安尼讲：用阮我的百姓去，通好来服侍我。但是埃及的法老王却是一摆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，心来讲伊拢照伊的家己的意思，因为伊毋捌摩西所介绍希伯来人的上帝，也无将这个上帝放伫眼内。头前9个灾难，咱看到摩西以及法老王，也是讲法老王的术士安尼轮流来展现因的气力，展现因所各自敬拜、各自相信的上帝，或者是神明这个中间的握手吧啦吼。但是第10个灾难就非常明白，上帝甲即个埃及的法老王，互伊最后的通牒，并且示范互伊看，就是只有我靠耶和华上帝的人，才会通得到保守，嘛因此有搬过节。因为以色列人相信迄一位因已经袂记得，而且因已经毋捌的上帝。并且伊顺服上帝奴仆摩西所交代一切的话，因将羊的血抹伫即个门楣顶悬，门关起来，同齐享受羊羔的肉，而且同齐擘饼来得到上帝的救恩。但是埃及的法老王以及所有的埃及的人民，犹原掠做家己的神明，大过耶和华上帝。因拒绝相信，因拒绝改变，因决定家己要来面对这个瘟疫的攻击。伫美国，咱看到真侪人因为毋相信中共武汉肺炎这个病毒是非常危险，搁一个真奇怪的病毒，因毋相信讲这是人为的。特别是伫疫情拄开始的时阵，因相信中共的白贼，
WHO 以及美国联邦 CDC 的首席福奇医生所讲喙暗无路用。这个疫情只不过是一种类似的感冒尔。因甚至讲，只要染疫身体有抗体，就会无代志。因若有人讲，哎哟，咱美国逐年感冒嘛有将近9万人死亡一年啊这种的错误的信息，因甲伊当作互信的资讯。所以，至到美国到呾还阁是全世界染疫最严重的国家，嘛阁是迄个因为疫情来死亡上侪人的国家。伫今年的6月16号，加州一宣布解封了后，就有真侪人组织做伙，大部分的人选择无要赶这个喙暗。甚至疫情搁再起的时阵，加州政府再度宣布，伫这个7月17，设立爱戴喙暗的命令。但是洛杉矶县警察局的局长却公开宣布，喙暗无有科学的根据，所以因无要来执法来执行这个喙暗令。咱再度看到当初是迄种埃及甲法老，也是讲人民迄种的心态，因只不过是遐的拒绝最好自我防护的人，因另外一种的偶像，也是讲无共款安尼尔。因选择家己要去面对死亡的挑战，因此，逐工确诊的人数也在增加，以及死亡的人数也在拢增加的中间。咱倒转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大卫的囝押撒龙嘛是安尼。伫咱最近讲到讲伊安尼用即种黑暗的方式，伊明知知影上帝无高满伊来代替以色列王大卫的位置，但是伊却用即种黑暗的计划甲手法来甲伊的老爸大卫王来对抗，最后伊自取死亡。咱真正着爱真注意圣经所甲咱讲一切的话。伫彼得后书第3章14节到18节。经文安尼讲着讲，亲爱朋友，恁听候的迄个日子，就应该伫上帝面前来努力追求圣洁，过一个无通指责的生活，来甲上帝和好，着爱用咱的主的永稳来做恁得救的机会。亲像亲爱兄弟保罗，咱用上帝所赏赐的智慧来劝勉恁。伊伫所有的批信内面讲到即个项事，伊的批中间有真歹知会了解的所在，比遐的无知甲反复无常的人随便的曲解，亲像因曲解因其他的经文共款，即结果就是主取灭亡。但是亲爱兄弟朋友，恁已经先知影这个事，就爱预防，免伫遐个人歹了，用即种真荒谬的言论，将恁带入去伫错误的路中，互恁离开稳固的立场。恁着爱伫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中间，以及对伊的人物顶悬，继续来忠贞。所以，咱若误解圣经，亲像侪人咧讲的共款的时阵，咱就是一个主取死亡的一个做法啦吼。所以，咱着爱会通来追求上帝的教示，真正会了解。基督徒应该爱追求圣洁。甲上帝忠心和好，
并且过着圣洁无通指责的生活，来领受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救恩来得救。亲像出来及伫的过程的中间，上帝用永稳的态度方式，一再来等着这个世间人来活倒转来伊，并且领受伊所享受的救恩。但真可惜，有真侪人甲出埃及的故事记载者埃及人共款，因选择无要相信，选择曲解圣经，离开上帝，掠做家己会使，所以因就入去伫错误的路顶悬。亲像咱头前讲的美国，或者是讲一寡反对防疫作为的人共款，因最后自取灭亡的路。基督徒不只爱伫信仰顶悬追求相信受洗，阁爱将安尼的信仰生命展现伫咱的目前的防疫顶悬，领受上帝的救恩甲保守。不但咱家己会当得救，也会当伫这中间见证荣耀上帝的名。